睇完試當真嘅墨魚遊戲，我發現咗2個 DSE 考生必須要具備嘅考試視野。今日分享第2個。第2點係呢，能夠躺平贏嘅人呢，只係佔少數。喺第2個 game 過3關裏面，因為陸永呢排喺最後一個，其他參賽者呢唔係死晒就已經過咗關啦，所以呢，佢唔需要玩個 game 就可以直接過關。所以你直接過關。俾咪我做咩未死？最符碌嘅嘢啊！不過你要留意喎，喺咁多個參賽者裏面，係得陸永一個可以躺平過關。成日喺 First 都會見到有人講咧，冇操過卷 DSE 都可以考到有條5啦。先唔討論呢啲嘢係真定係假，但係呢啲人一定係佔咗少數。當中呢個成績大部分咧都一定係嚟自運氣嘅。同學，請你相信你已經花光大部分嘅運氣嚟碌到我呢一條片啦。所以咧唔好再 FF 自己躺平就可以攞到5加，快啲去溫書啦！中意嘅記得 like and share， 留言話俾我知你有啲乜嘢地理嘅議題想聽，下條片再見，拜。